第11章，兩次成功傳承，活化企業經營。大埔振興肉丸由陳南輝先生創立，一直都係一家人打拼嘅生意。4個大兒子喺公司裏邊各司其職，已經係幾十年嘅事情。陳老先生習慣喺鋪裏邊打躉，每日都會到店裏邊坐下睇下。後來大兒子明哥發現爸爸屢屢喺找續嘅時候出錯，感覺爸爸年事漸高，考慮要讓佢退落嚟，所以同爸爸商量由佢嚟接掌公司。基於希望讓爸爸可以休息多一啲，兄弟姊妹對安排亦都冇異議。呢次嘅傳承安然過渡，兄弟姊妹嘅工作崗位同埋性質冇改變，公司嘅一切運作如常，係一次簡單嘅接手，令明哥喺決策上擔當更吃重嘅角色。時至2007年，4兄弟喺大埔振興肉丸待咗30-40年，大家都有啲意興闌珊。明哥表白話：已經做咗幾十年，真係好攰。幾兄弟於是商量，想結束咗公司嘅業務。大家亦都將呢個想法話俾當時喺美國工作嘅5弟 Pilots 聽。Pilots 當年喺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工作，公司主要業務係電子產品。佢經常喺歐洲、美國出差，留喺香港嘅日子好少。收到家人想將大埔振興肉丸結束嘅消息嘅時候，佢已經喺美國長住咗3年，而且剛剛同喺美國認識嘅太太結婚。Pilots 回想：我喺呢家公司工作多年，一直做得唔錯，又得到上司器重，但係知道家人想結束家族生意嘅時候，悵然若失，好唔捨得。思前想後， Pilots 覺得幾十年嘅生意無疾而終，實在有啲可惜，於是同太太商量，決定回流香港接手。Pilots 唔諱言，呢個決定背後承受住不少壓力。畢竟打工同做生意唔同，未必有穩定收入，但係為咗成全家業，仲係毅然舉家回港。剛好當時香港呢邊亦都決定將工場搬到工廠大廈，所以大家決定等工場搬妥，以大埔鄉事會街鋪作為門市， Pilots 就接手公司嘅營運，一切就好似順理成章。呢個係振興嘅第2次傳承，同樣係平穩過渡，但係呢次傳承就為家族事業嘅發展掀開咗新嘅一頁。後文將會交代 Pilots 點樣以嶄新嘅方式去將公司從裏到外嚟一次大革新，將呢間已經老態龍鍾嘅傳統企業活化。中國人有句說話就係落葉歸根，好能夠描述 Pilots 當時嘅回歸心態。佢雖然身處外地，工作亦有成績，但係內心對家族生意嘅牽掛仍然係一往情深。難得4位兄長肯放下輩分同埋身段，拱手讓出家族事業嘅經營管理權力，騰出空間俾5弟施展，其氣量實在非凡。振興嘅2次傳承都係順風順水，冇兄弟不和，亦都冇豪門爭產，實在羨煞旁人。究其原因，陳老先生嘅家教非常成功，教出互信互讓嘅8名子女，大家喺唔同階段各盡其力，為家族事業嘅前途做出恰如其分嘅貢獻，真係非常美妙。企理小總結：長期作戰心易疲，好想休息避一避，亦是人情之常理。振興幾乎要收期，5弟忽然好爭氣，主動爭取來打理，一家終於舒口氣，振興還可走千里。